个这么隆重的样子，想必下一位歌手也是非常重量级的歌手。而且我想跟大家做个普及知识哈，真正要有好的 live 表演，是要有很精致的器材的配置的。所以大家看到台上即将出现一整套完整的鼓，然后这么多的吉他音箱，这么多的线，还有无线发射器，这才叫真弹。下次在台上看到不连线的、没有音箱的乐队表演，那叫假弹。我们既要杜绝假唱，也不需要假弹。接下来，让我郑重地介绍下一位歌手。这位歌手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我们好像印象中他并不是一定是个歌手，但是他却是华语音乐史上最棒的殿堂级的、大师级的摇滚乐队的吉他手。最了不起的摇滚乐队哦，是哪一支？他不仅仅是我心目中的吉他英雄，他的歌声也非常棒。吉他英雄。那也许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所有人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再加2个字，再加2个字。2个字。2个字。我重来一遍。我们所有人将在他的名字前面，在名字前面再加上2个字。歌手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第4位竞演歌手登台。哇，男的。不是杨坤，不是杨坤。谁呀？李泉吗？不是。谁呀？这也太狠了！我的粤语老师哎，我们这一遍一遍这学粤语了。啊，一样。这是一首 Beyond 的歌，Beyond 的歌里面这一首也属于比较多人听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见面礼，第一次见面，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觉得只要这个音乐响起，他不认识我也没关系，他马上会记起。有这个音乐在中间，作为一个媒体，引导我们可以更接近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窩飄遠方，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影蹤，天空海闊，你與我可會變？多少次迎着冷眼與嘲笑，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。一剎那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心裏愛。原來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，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今天我
寒夜裏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。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影蹤。天空海闊，你與我可會變？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仍然自由自我，永遠高唱我歌，走遍千里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。Oh no！謝謝，是這個。是這個。不錯，他表現得不錯。我的嗓子有點啞，我跟大家一樣，剛才一直在跟着唱這首歌。這首歌的前奏鋼琴響起的時候，我感覺我們的舞台突然變成了一個殿堂。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把我們拉回到那個最棒的光輝歲月裡。感謝黃貫中先生，感謝永遠不朽的 Beyond 精神，感謝。涛哥今天對自己的演出感覺怎麼樣？很好玩，下次會更好，很享受。我自己可以講很少。這邊的歌迷怎麼樣？完全是，哇，太好了！他們給我很多力量，他們給我的反應很好，就好像演唱會一樣。很棒，你們很棒，真的很棒。